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4，耶利米哀歌3章58到59节安尼讲：主啊，你是我的愿望，你救赎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你看见我所受的冤屈，求你甲我判断。三甲来祈祷，要为阮伸冤，救赎阮的性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的作为奇妙伟大，你的判断正直公平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救赎者，你是阮的伸冤者。阮伫软弱中呼求你，阮伫委屈中仰望你。主啊，你监察世间人，你无用阮歹甲不义彰显，你要听受冤屈的声。主啊，阮将家己交托伫你，求你听阮祈求的声。主啊，愿阮的心安歇伫你大能的拯救内面，因为你是为阮出手的上帝。是阮的盾牌甲磐石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愿望，你救赎阮的性命。主啊，你看见阮所受的冤屈，求你甲阮判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